人食冰哦，就要特别注意。高雄有一间冰店哦，有消费者食物中毒，因伫顶礼拜三去店里食冰，就开始发烧，一直吐，一直流，某人大便有血，药剂衰竭咯。其中有囡仔，嘛有新的妇人人中毒。卫生局验到沙门氏拐棍，已经罚业者30万，下令停业，嘛移送地检署侦办。 有民众因为食八宝冰走别个大院，高雄就合路某一间冰店卖的冰引起食物中毒。根据卫生局统计，到17暗时已经有23个人就医。上早发现问题，黄小姐讲，已经有40多个人反映讲，伊嘛有同款的情形，要来提告。我有跟他们讲说，我会对他就是集体诉讼，然后我来做代表。他看到新闻以后才发现，原来他自己是食物中毒，他以为他自己要生了，然后就是。 想说啊，怎么一直拉肚子？同款伫7月12日变这的人，就是传出身体无爽快。除了有要生的妇人人，也有囡仔险啊引起败血症。也那黄小姐的囡仔嘛，因为一直拢有放血，就出咧大院。加在人已经有慢慢好起来。卫生局嘛证实讲，八宝冰的食材含就医民众的检体，拢有验出沙门氏杆菌。跟你们诚恳的抱歉。 业者回实咧讲，因会负责医疗费用，嘛讲家己有啉掺冰格嘅饮料，隔工就开始走白。但是因为出问题嘅八宝冰几若项料甲冰拢是无共厂商进货嘅，所以到目前为止也无法度确定是倒一项出问题。我中午就是拿冰块去加饮料喝，八宝料我都没有去吃到，我只有跟冰块有相关联。那这个我就不知道到底是有没有相关。 卫生局10倍店铺来到做冰格嘅工厂稽查调查沙门氏杆菌的来源，另外也依照是按法下令冰店停业，而且改罚30万，所来也会将相关的事情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